台南下营上底庙边有一个武成文公园，当地是真兴神龟的信仰，所以公园400多只台湾龟是真受到在地人的尊重。公所庙方甲附近的下营国小嘛做伙规划一个台湾龟生态园区，那么做伙来看卖。乌的台湾龟伫水里咧游，天气若好，嘛会爬上休困的平台晒一个日，不离啊开活。这是台南下营区的武成文公园，当地因为下营上帝庙的神龟信仰，对这阵台湾龟是真友善。公园水池嘛，真做是因的生态地。互小朋友会当观察到对乌龟的出世到着伊的成长，会当互因了解到一个生命的得来不易。伊为着要生人，当会走出去多出来外口，时常当会去互车斗着。咱为着要会当保护着咱的乌龟，好好来延续、来传承。所以咱要配合着下营区公所，来以这个所在打造一个乌龟生态园区。庙方表示，武成文公园有400多只台湾龟，会当讲是在地特色之一。为着动物的保育，同时也结合教学的功能，区公所、下营上帝庙甲附近的下营国小做伙伫校区规划一个生态园区。学校也设计相关的课程，让学生囡仔会当就近了解龟的生态。平常我们在孩子的一个校园里面，就看到孩子常常会看到乌龟爬上来岸。那有关于乌龟生态园区，这也是学校的课程之一，能够实际上去看到整个乌龟的一个产卵跟生态。打造下营的生态特色，庙方、校方甲区公所嘛有意思要推出相关的工作坊甲讲座，让更较侪人了解台湾龟的特性。记者综合报道。